以演唱抒情歌曲扬名国际的空中补给合唱团，7位团员一下飞机就受到了广大歌迷的包围，争夺闻名世界歌手的风采。1983年4月28，足侪歌迷去机场迎接空中补给乐团 Air Supply 到台湾来，尤其其中2位格拉汉罗素和罗素西制考克上受到欢迎。格拉汉罗素表示，中国停止和美国一切文化体育交流的时阵，会当来到台湾和歌迷交流，互伊足欢喜的。1992年4月28，麦当劳总部接到歹徒寄来恐吓批，放条讲若无交出600万现金，因就会对伊不利。炸弹是被放置在麦当劳民生东路店厕所的天花板上，外面以茶叶铁罐包装，所以无法分辨罐子里的所有的内容物，更无法确定炸弹是真是假。迄天阴暗时，警方去现场处理的时阵，歹徒马上引爆炸弹，造成分队长的死亡，足侪人轻重伤。找到歹徒进前迄段期间，全台湾57间的麦当劳分店暂时关门。